就甲下推荐新农场的该推荐因吼，买农费啦，吼农费了深啊，就安尼做得吼。当然有可去看到面向啦，安尼看到无强调的，去监督安尼做得去怎安尼推荐，吼推荐伊来一路啦吼，那拍啥拍的农民吼嘛就比赛啦吼，怎样用就是才会出现啦。咁你得多嘅时间係乜嘅感覺啊？當然得到獎吼，心肝都感動啦吼，很感動啦，就覺得特別感到做農吼，很辛苦，當辛苦一件事情吼，得獎以後會感到到自家安樣本大家看到吼，就會覺得那個榮耀感，做農的榮耀感會由心而生。